淡水桥因为高度限制，大型车辆无法度行驶，这当险旁返乡的状况相当危险。加上一拄到大雨的淹水，已经困扰在地居民一家子。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议员郭凤仪甲郑嘉欣首次联合质询，就提案林德区铁路高架化。不过，到达高雄局的可行性评估，议员是抓上作业，表达定向心声。新的仁德站整个状况非常差哈，有时候要停停在那平交道停的最高的时间8分多钟，我曾经停到8分多钟，所以这对行车来讲，对用路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扰，而且有时保安工业区出来，又是马上又碰到平交道，那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仁德站的问题，那潭水地下道的问题、平交道的问题都要解决，所以我这盖我是真的是希望要求我们交通局要把这件事情重新做检讨，希望把这一段的铁路赶快去做改善。2019年的5月17号，我们韦哲市长他也允诺了，就是台铁高架化这一段，他说他会跟台铁这边来做争取。那后续交通局这边，每一次的质询啊，不管是我还是洪怡议员，我都觉得交通局他们根本都是只是在敷衍了事，也没有很积极的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哦。像刚刚洪议员讲，因为保安铁路那边每次只要遇到上下班一定一塞都5分钟以上上少。那边也曾经也发生过一个事故了所以也是令人非常的遗憾。对处立委林俊宪10号嘛特别出席在地议员所发起的座谈会，伊嘛亲身感受上下班时间林德沿线并交道严重塞车问题，所以表示林德区铁路高架化已经是伊对地方的承诺。总统赖清德嘛全力支持。存在几十年的老问题，咱袂当个目睭看伊，安尼继续落去。所以我会把整个仁德这一段的铁路立体化，等于讲几乎就是高架化了，当做我对地方的承诺了。那这个我会跟赖总统报告，赖总统也表达支持了，赖总统说，那我们就请市政府把可能性评估做出来以后，这块请总统来甲支持。对此，台市交通局强调，该案会重新启动修正报告，等待代替同意配合。根据预估，虽然沿线4.7公里的铁路高架化加2座新的车站要开120亿，不过希望地方加中央全力配合来解决交通困境。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